前面我们学习了4种比较重要的句型，那么根据课文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지난 제가 시에 신기유배 또장 시에 신기유 지난 군대 시에 신기르배 홍게 신기 말해 이내 치카셔 구그래 지난 제가 가발잠르배 nga lege na jamba yin nga huishi jage lopra ronyome 하나 지난 제가 하나 야구제도 뭐네 레람 말다 예 전나 카보 된다 레민도 드저 림보르데 갈레제 셴바레 刚才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对话当中遇到了很多生词，那么下面我们针对这些词汇进行重点学习。阿巴，第5。阿巴，第5。给的，语言。给的，语言。现，会，学会。现，会，学会。谢，说。谢，说。你，我，被我。你，我，被我。키랑키，您，被你。키랑키，您，被您。별게，藏语。별게，藏语。国，懂，听懂。国，懂，听懂。兔，能。兔，能。독점，一点儿。독점，一点儿。松，说。松，说。宋，说。宋，说。给切，画。给切，画。책，句，字词。책，句，字，词。연결，在。연결，在。谈的，现在。谈的，现在。럽，学。럽，学。듣니，这个呢？듣니，这个呢？kanjes，怎么？ kanjes，怎么？ gage，汉语。gage，汉语。 인지게，英语。 인지게，英语。 저게，牧区话。 저게，牧区话。 拉塞给，拉萨话。 拉塞给，拉萨话。 치，做。 치，做。 낭，中间。 낭，中间。 용，曾经。过。 용，曾经。过。 근，穿。 근，穿。 핍，走。 핍，走。 치，写。 치，写。 약부 민도，不好。 약보，敏度，不好。 콩，缺잠，凑合。 콩，缺잠，凑合。 산다，爱人。 산다，爱人。 이내，但是。 이내，但是。 의시，正规。 의시，正规。 원내，真正。 원내，真正。 레라보，
简单容易。 래 라보 简单容易 腿促时间 튜츠 时间 각보难 각보难 갈래를慢慢的 칼릴 慢慢的 링부长 링보长 着走过 着走过。前面我们学习了语言这一课的比较常用的句式，还学习了词汇，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不知道在实际生活当中，你们能是否灵活运用呢？好，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儿，节目节用。让我们下堂课见。